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有时候大家想要吃个简单的一餐，简简单单的鱿鱼羹可能是大家的首选。而今天呢，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你到师大来看看这一间鱿鱼羹。大大的招牌标榜的是正客家，而这客家的鱿鱼羹呢，对于接手的第3代来说，可是有着一定要传承的使命，因为它代表家族的信誉，象征着客家爸妈的应景精神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客家鱿鱼羹拥有无可取代的妈妈味道。穿着客家花布，这么有客家味，在热闹的师大路上，这家鱿鱼羹店标榜正客家，连正字招牌都用上了。老板说，卖的可是纯正的美浓鱿鱼羹，一定要用阿甜甜的。怎么说是客家鱿鱼羹呢？因为这是老板的岳父依着客家古早味传承下来的。这是里面是糖，这个颜色就是加爽秘方的。真材实料做的鱼羹，也是女儿念念不忘的好味道。第3代接手，爸妈用心传承。你有用要补啊？哦。糖什么？糖也是的。虽然只是小小的鱼羹，不过要让它有咬劲、有弹牙，步骤丝毫不马虎。每一个里面一定要有一根鱿鱼，那个真的太难了。有时候可能会有7、8个在里面，你就要把它剥开这样子。然后太大也不行，太小也不行这样子。还有什么？这种羹是？女儿说一开始不懂鱼羹为什么要这么花功夫，不过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客家父母的打拼精神，而讲究的还有汤头。用爆过香的客家油葱当汤底，慢慢的熬，而勾芡的时候，火候拿捏也是关键。咬下去很多泡泡稀稀的话，那就太稀了，不行。又热又累，女儿为什么想要传承衣钵呢？她说小时候吃不下饭，妈妈煮的鱿鱼羹，还有配上客家油葱酥的板条，让她永远忘不了。因为我们的干拌的油葱是自己用的，所以跟外面那种人家买的都味道不太一样，所以加在面上面那些会特别好吃，很香。米香、油葱香，有着客家的味道，也有着妈妈的爱。她接手之后，这才知道爸妈的辛劳。很辛苦。曾经就是有待在后面，就看他们用过，也是像洗完澡一样出来，全身都湿了，因为太热。我想妈妈对你的爱有出在用的你吗？对，是有流泪的感觉。一碗碗的招牌商品，女儿怎么吃也吃不腻，因为里头有着客家爸妈吃苦耐劳的韧性，也有着他们疼惜女儿的爱。火烤般的大锅前，翻搅鱿鱼羹的手不曾停歇。一勺客家油葱是父母给女儿的爱，一碗浓稠羹汤是女儿忆父母的情。客家应景传承美味的感动时刻。